而且有些我咧解决，你大概心开始，咱就这个大个是画法，画到建筑咱就开始，咱就都无同的情况，最后咱就选择这个，但建筑的这个用途用途的说，就用途更清楚。所以在这边，贪心七三种，就是你讲的心套底。所以这是心所在就出来，所以咱的心就是袂使做歹代志，不做歹代志，咱的心就快乐。咱袂使讲歹代志，咱的心就快乐。咱若无做歹代志，咱的心就快乐。安尼心就就是我讲的这个贪心心所以存好心，讲好话，做好事，安尼这个人好人啊，歹人？好人，安尼好人，大家咪快乐。所以各位，你做好人做歹人？我来开快乐会，快乐，唔能够遇到歹人。